大家好，我係 Trisha，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。星期六凌晨，西甲有切爾達主場對皇家馬德里呢場波，我哋 M+ 係有現場直播。雖然皇馬對住切爾達有住7連勝嘅絕對對賽優勢，但佢哋近期西甲係取得2連敗，表現比較差。相反，切爾達就喺各項賽事取得4連勝，氣勢唔錯，所以就咁一嚟，今場真係有機會打和。咁先講切爾達。雖然佢哋要應付歐洲聯，但表現完全冇受到影響。附加賽就雙殺 PAOK 沙朗力基，輕鬆進入16強。上輪聯賽贏埋傑羅納，取得西甲2連勝，加埋各項賽事，目前就係攞到4連勝。而近5個主場，切爾達係能夠取得4勝1負，睇到佢哋主場戰鬥力都唔差。至於皇家馬德里，上輪就係主場0-1輸俾加泰。而家同榜首嘅巴塞係仲爭4分，但好彩嘅係佢哋今季作客戰績都算穩陣。上輪輸俾奧沙辛拿之前，皇家馬德里近8場聯賽作客係攞到5勝3和，未輸過。講返主帥，切爾達嘅教練基拉迪斯今季好中意用3-4-3陣式，西甲已經用咗19次，咁取得嘅戰績就係8勝6和5負。對一隊中游球隊嚟講，呢一個嘅表現已經係唔差。目前喺佢帶領之下，切爾達上季就係取得西甲第7位，事隔10年重返歐戰，今季暫時排第6，仲入埋歐洲聯16強，盡顯呢一位主帥嘅潛力。另一邊，皇馬嘅教練艾比魯亞一接手就因為執教經驗少，俾人質疑，而佢目前帶隊嘅戰績仲差過上一任嘅主帥沙比亞朗素。關鍵球員方面，切爾達嘅伊格利西斯身形高大，對抗能力好強，最叻喺禁區搶點同做駁腳。今季喺聯賽已經入咗10球，之前6季有4季聯賽嘅入球數係能夠上雙。另一邊，雲尼斯奧斯佢近期腳風都好順，過去5場有4場賽事有入波，所以佢今仗值得留意。傷停方面，切爾達嘅帕保魯杜蘭係受傷，今仗要缺席。皇家馬德里嘅馬斯坦托盧同埋卡利拉斯等人係要停賽，至於麥巴比同埋洛迪高高斯等人就係要傷缺今場賽事。立即下載 M 直播，無論何時何地，猶如置身現場，睇盡足球、籃球賽事。